中市中校国小邀请到台中茶红仔剧团到学校来演出。这个剧团是用正活泼的方式来介绍着布袋戏的角色，甲台下300外学生来互动，现场拢是笑声。团长王英杰趣味人布袋戏红仔，让大家看到和过去传统无同的剧情。老师和学生啊，拢伫台下看甲笑嗨嗨。主要进到校园演出都是以比较诙谐、比较趣味的，让他们基本上可以认识传统的布袋戏的角色、身段、动作。真侪囡仔对布袋戏这项传统艺术的印象，敢若伫咧庙口的演出，台中茶头红仔戏剧团长一个人扮真侪角色，剧情用日常生活和学生交流，趣味演出，让囡仔对布袋戏拢兴趣起。看到真的在表演，但是在课本上就是看到图。台中茶头红仔剧团嘛是台中市有名的演艺团队，那伫咧传统表演真受肯定，嘛有传统的艺术，佮发展出一条新出路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